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冬瓜豬，今次同大家介紹一間交通超方便嘅5星級酒店，人均都只係399蚊，有一間豪華大床房，豐富嘅自助早餐，同埋海鮮自助晚餐。片尾仲會分享住後嘅感想，想知道內容嘅就唔好錯過啦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旅遊資訊呢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冬瓜豬嘅頻道啦！我哋講下個交通先。今次我哋嘅目的地呢，就係寶田一路站。我哋可以喺深圳灣口岸搭地鐵13號線去到後海站，轉11號線搭一個站去到南山站，再轉12號線搭10個站呢，就會去到寶田一路站㗎喇。寶田一路站嘅 C 出口旁邊就係我哋今次入住嘅地方，登喜路國際大酒店。另外仲有一個直接嘅方法，就係喺香港搭中港通嘅直通巴，都可以直接去到酒店門口㗎。我哋首先喺微信揾中港通，選擇香港上車嘅地點，港九新界都有齊㗎。再揀落車嘅地點，登喜路國際大酒店，每日都有幾個班次俾大家選擇㗎。而家酒店連同中港通做咗一啲合作嘅優惠，個優惠價比出邊訂房仲要更加抵㗎。憑中港通當日嘅車票，再喺微信聯絡酒店訂房嘅職員，就可以享有客房套票嘅優惠啊！今次我同2.0就係平日出發嘅，就以798蚊包一間豪華客房，連雙人自助早餐同埋雙人嘅海鮮自助晚餐。如果係60歲以上嘅朋友仔，周日至到周四入住仲更加抵㗎。當然唔少得嘅，梗係親子嘅優惠套餐啦。所有優惠嘅詳情可以喺微信掃呢兩個 QR code， 又或者呢兩個電話號碼，都可以聯絡酒店嘅職員了解訂房嘅詳情㗎。關於買車票嘅，可以掃呢一個中港通嘅 QR code。以上所有嘅資料呢，都會詳細寫咗喺影片下邊嘅資訊欄嗰度，大家可以去睇下㗎。我哋而家入去酒店睇下先。呢度有個旋轉門，感覺好有氣派啊！登喜路國際大酒店係一間5星級綜合商務嘅酒店，喺2014年開幕㗎。個酒店大堂非常之寬敞，空間感十足㗎，個樓底仲好高添。酒店係用咗經典嘅歐陸風格，加上天然嘅大理石做材料，俾人嘅感覺簡潔而華麗啊！前台嘅職員都好有禮貌，仲免費升級咗個商務客房俾我啊！呢邊仲有個自助嘅百寶箱，係提供所需嘅用品。酒店係有16層樓高㗎，今次我哋就住喺10樓。一出 lift 就見到一部售賣飲品機，而每一層都有啲歡迎嘅生果係俾住客攞㗎。個走廊都算幾光猛啊！我哋而家入房睇下，插卡先。呢一間房有35平方米。有個電動窗簾喎，咦，房間都好光猛啊！呢張雙人床有1.8米闊，隔籬就有張單座位嘅舒適椅。我哋望下出邊個景先，係一個開揚嘅花園泳池景。呢邊有一張工作台。入牆式嘅電視機，最特別係半開放式嘅浴室啊！哇，個浴缸超級大啊，仲可以一邊浸浴一邊睇電視㗎。如果想有私人空間嘅，都可以拉埋道門㗎。呢一個浴室嘅範圍好大啊，
座廁同埋淋浴間都係乾濕分離。仲有一個化妝鏡，梳洗用品都好齊全啦。個淋浴間有2種花灑頭，仲有沐浴露同埋2合1嘅洗頭水。另外仲有風筒、沖涼嘅浴球同埋浴室綁提供㗎。我哋睇返出邊嘅廳先，個電視機係可以收到翡翠台㗎。而下面個櫃仔呢，就有啲即溶嘅咖啡同埋茶包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有酒杯同埋茶杯啦，仲有冰桶同埋煲水器，旁邊仲有個雪櫃仔。不過要留意返啦，櫃上面嗰2支水呢係要收費㗎，而免費嗰2支水呢就喺床嘅旁邊。睇下個衣櫃先，上邊有一張被，有幾件浴袍、指紋嘅保險箱同埋一啲一次性嘅拖鞋。呢度嘅電掣插頭呢係可以用到香港嘅3腳插，不過房裏面係冇 USB 插頭㗎，所以酒店提供咗一條八爪魚，方便大家使用。房間裏邊呢有一個個性化嘅服務，咁我哋呢就攞咗個蒸汽嘅眼罩啦，同埋護髮素用㗎。咁至於床方面呢，每邊都提供咗2個枕頭，床褥同埋枕頭軟硬度都好適中㗎。今次我哋訂房呢，備註咗係慶祝週年紀念㗎，所以酒店都會有一啲少少嘅佈置。全間房呢採用咗白色同埋米白色為主調嘅色，加上呢一度個空間感都好大啊。床頭仲有一幅花鳥嘅畫，俾我嘅感覺簡潔得嚟好明亮啊。酒店設施方面呢，3樓就有一間喜悅酒家，聽講呢一度啲點心唔錯㗎。4樓就有一間健身室，呢一個健身室真係非常之大啊！咁專業嘅健身室喺酒店裏邊真係好少見㗎。如果鍾意做 gym 嘅，一定唔可以錯過啊！呢一度仲有一部 InBody 機添，同層仲有一個好大嘅游泳池㗎。可惜我哋拍攝當日係11月，所以個泳池暫停開放啊。酒店嘅對面都有好多餐飲店，夜市仲更加熱鬧㗎。而酒店嘅大堂呢，仲有一個攞外賣嘅區域。如果想行下大型嘅商場，可以喺地鐵沿線搭4個站去到靈芝站，就會去到大型嘅新商場大悅城行下。個地鐵站係無縫連接，吃喝玩樂樣樣齊㗎，仲有好多特色嘅餐飲手店添啊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大悅城嘅店鋪呢，可以撳我右上角嗰條 link 去睇返我之前介紹嘅影片㗎。如果想行下啲名勝古蹟嘅，可以喺地鐵沿線搭7個站去中山公園站，就會去到旅遊嘅景點南頭古城同埋中山公園。嗰度古色古香，加上文青嘅風格，非常之多打卡位㗎。想了解更多，亦都可以撳我右上角嗰條 link 去睇返詳情㗎。又到咗自助晚餐嘅時候啦，位置就係喺大堂旁邊嘅柏頓餐廳。自助晚餐嘅時間呢，係由晚上嘅6點至到9點半，可以食足3個半鐘頭㗎。主題就係海鮮自助餐。我哋出去睇下有啲咩美食先。冷盤嘅有羅氏蝦、老虎蟹、智利嘅雪蟹腳、3點蟹同埋螺仔。另外一邊呢，有扇貝同埋沙白、大白蝦、翡翠螺、青口、瀨尿蝦同埋花螺。我哋再睇下鐵板燒嗰邊先。呢一度有啲煎魚柳啦、煎雞扒、
煎完條嘅魚，仲有煎緊嘅牛扒同埋羊扒啊，睇見都流口水啊！呢度仲有啲生蠔喎，哦，原來唔可以生食㗎，係用嚟做烤蠔㗎。仲有個傳統嘅炭火燒烤，都有好多食物選擇㗎。呢一邊有啲煲仔小菜供應，我哋再睇下另外一邊熟食先。呢一度就有幾款燒味，仲有三文魚腩骨、土豆泥、黑椒豬扒、土耳其蝴蝶翼，仲有黑松露鮮菌炒飯、沙薑鮮魷炒西芹、椒鹽深海魚，仲有燉雞湯。以為我介紹得差唔多啊？其實我只係介紹咗一半咋。呢一個自助晚餐係包埋火鍋㗎，有各種新鮮嘅即撈海鮮，仲有肥牛、幾款嘅魚片同埋羊肉卷，另外仲有黃骨魚啦、田雞、墨魚仔，仲有啲雞件啊，有各款嘅丸類同埋豆腐泡，調味料都有好多款㗎。呢一度仲有幾款嘅刺身，同埋各式各樣嘅壽司。壽司嘅隔籬呢，仲有啲經典嘅美食㗎。呢度仲有啲淥麵嘅地方，沙律吧，同埋一啲炸物。飲品方面呢，有紙包飲品，仲有顏色好靚嘅氣泡酒。咦，有呢個菠蘿啤啊！仲有各類型嘅啤酒，仲有樽裝嘅汽水啊！我好耐冇飲一支支玻璃樽嘅汽水啦。另外仲有各款嘅果汁，呢一度仲有白酒、紅酒同埋雞尾酒供應㗎。想養生嘅有五穀雜糧，隔籬有部咖啡機。想飲茶嘅呢度都有幾款選擇㗎。至於甜品呢，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款式㗎。仲有朱古力嘅噴泉啦，同埋唔同口味嘅雪糕啊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水果啦，都有好多款㗎。呢一度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職員呢會向每位嘅客人送上一份鮑魚仔、一份海參仔同埋半隻龍蝦㗎。我唔客氣啦。
今晚自助餐嘅種類呢好豐富同埋多元化，食物添加都好快啊，唔怪之得咁出名啦。如果喺當晚10點後入住，仲會免費提供一份暖心嘅宵夜㗎。早晨啊各位，尋晚都瞓得幾好啊，而家落去食個自助早餐先。呢度呢有啲熱辣辣嘅糕點啊，另外仲有煮麵嘅地方，有一啲蒸番薯、薯仔同埋芋頭，仲有幾款生滾粥。呢一邊有腸仔啦、粟米同埋烚蛋、清炒西芹、蘿蔔牛腩、養生小炒王，仲有炒麵、炒飯同埋時菜啊！呢一邊有白粥同埋紅薯粥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餸粥嘅配料啦。呢邊仲有咖喱魚蛋、炒腸粉同埋豬紅。睇下呢邊有咩嘢食先，有剪碎嘅煎堆、油炸鬼、粗條嘅薯條同埋中式薄餅、煎豬扒同埋煎雞扒，仲有太陽蛋同埋煎蛋。呢一邊都有個沙律吧喎，有幾款穀物早餐，仲有熱牛奶同埋豆漿。呢一邊有即做嘅香蕉薄餅同埋 pancake， 仲可以加蜜糖㗎。呢一度仲有幾款嘅涼菜。哇，早餐嚟講，呢一度嘅麵包蛋糕呢種類非常之多啊！呢一度有壽司食喎，仲有一啲生果。飲品方面呢，有五穀雜糧同埋咖啡，仲有幾款果汁。呢一度有啲乳酪添喎。個自助早餐呢，款式算多啊，中式同埋西式嘅配搭呢都好均勻，味道仲唔錯啊。我講下個住後感想先。呢一間酒店雖然開業已經有一段嘅時間啦，但係設施同埋保養都做得唔錯啊！酒店嘅員工呢好友善，仲會主動咁樣幫助客人㗎。房間亦都好乾淨企理，冷氣夠凍又夠靜。床品方面呢，軟硬度適中，花灑嘅水力好足夠，去水位亦都好暢通。酒店自助餐嘅種類呢好多啊，食物嘅水準都唔錯。海鮮自助晚餐仲可以食足3個半鐘啊！以呢個價錢嚟講，性價比算高啊！我個人覺得要改善下嘅地方就係房間冇 USB 插頭，不過酒店都好貼心，供應咗一條八爪魚俾客人使用。另外洗頭水方面呢，只係2合1嘅洗頭水，如果想要護髮素嘅，可以問職員攞㗎。今次嘅酒店開箱就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一條影片嘅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我嘅頻道，下次有新片出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仔，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嘅酒店開箱系列啊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